做伙来祈祷。咱无论是为着遮个服侍人员，无论伫外口，还是讲师班，还是咱的师会甲讲道，每一个还阁爱望所有的同工来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放落家己，诚做一个人，互上帝来使用，将咱的所有的百姓带到上帝面前。咱也当为着咱还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伫这过程中，求上帝保守因的脚步平安。若是无法度来，也求主祝福因；特别若是有人身躯病痛，也求主医治，甲因同在。阁咱会要为着今仔日，咱家己伫礼拜中要甲主三拄来祈祷。咱求上帝信心进入咱的内面，引带咱。只是我着邀请大家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咱家己有一点仔时间，家己来做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主日的早起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。主，阮知这是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互信心做工。主，你互阮伫遮会当领受对你来的启示。主啊，我嘛为着阮所有的服侍人员，无论阮担任什么款的职分。主拢互阮放落阮家己，愿意互信心来引带，互阮诚做一个人，会当将今仔日礼拜中的每一个人引带到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互因会当甲主相拄，互因会当互信心感动启示，会当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今仔日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你保守因的脚步平安，也保守若是有人身躯病痛的，也恳求你安慰医治，甲因同在。因为主，你就是阮生命中上大医生。主上帝，我要搁一摆将阮家己摆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信心伫阮的内面掌管阮。互阮会当拍开阮的心，伫礼拜中，互你来掌管，领受对你来的引带，对你来的教示。互阮每一个人通过礼拜，将家己献就，诚做芳芳的祭互你。有信心来引带带领阮。主，阮搁一摆将阮每一个人摆列，也陪伴阮的心来礼拜，互阮伫礼拜中得到你的引带。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咱即马要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52首，圣诗第52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即马三角安静心，同齐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，陪阮行过关山的丰富，也牵阮的手经过忧伤的山谷。阮有成就的时，嘛有得到失意的时，但是主，你一直甲阮伫地。阮有健康的日子，嘛有经过破病的苦日，主，你拢一直陪伴阮、安慰阮。阮学习着用懊恼来认捌主的大能医治，用感谢帮助阮专心天父的信息。你操练阮的信心，互阮学习凡事谢恩。你的应允还未成就的时，毋是耽误，乃是宽容阮的软弱。阮知影，阮毋是一个人咧行，你比阮搁较注意阮所拄着的大大细细的困难。现在，阮正行义要用祈祷的心，全然享受甲主的连结亲密的关系。阮要用真实的灵来敬拜，敲揣主的心意。求主赦免阮冷淡回应有需要人的需求，赦免阮找理由推辞服侍的圣工，嘛赦免阮过头看重金钱、名利甲权势。求主赦免阮讲出伤害别人的话，搁夸口家己的信用。当主你问阮讲，你有爱我无？
阮就跪落伫你的面前，认阮高高甜的罪过，求主完全的赦免。你的怜悯光过阮的罪恶，你的慈爱光过阮的软弱，因为你永远袂离开阮。愿阮一生追求你的荣耀。求主伫新的一年来装备阮，互阮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互阮当失志的时，锻炼阮吞忍甲仰望的信心；互阮当成功的时，培养感恩的心来见证主的荣耀；互阮伫困苦中有搁较侪坚定的顺服心志；互阮伫危险中间有搁较大的勇气、智慧来面对。当阮接受别人恶落的时，会谦卑归荣光予主。阮会友中间有丧失亲人的，求主安慰的灵，甲因同在；有人身躯受病痛拖磨的，求主照你应允的时间来成就医治；有人事业经济拄着困境的，求主赐了信心，互因成功面对；家庭关系受到阻挡的，求主赐了深深的痛，拄起艰苦的心。求主互阮相连教会牧师、中级同工甲正会友，甘心乐意拨时间来服侍，听有需要人的心声，搁较侪的陪伴甲鼓励，尽心尽力乐意服侍，互众人伫阮的身上看见你的荣光，也互阮的幼儿园、安养中心、心庄慈善基金会，伫照顾有需要人的身上，带互别人喜乐，成做众人的帮助甲祝福。运用生命的故事来得到新的生命，也互阮国家执政者有智慧、疼心甲行动力，治理好你交托阮这块美丽岛屿的台湾，也互世界侪国各国的战事纷争会使早日平息，互你的公义、和平、仁爱早日实现，也互失丧的得到安慰，受伤的得到医治，失落家园的得到照顾。愿你的旨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凡事互相效力，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。今日司牧师要引出互阮的信息，求主圣化，互讲的、听的拢得到快乐，成做阮宣教的力量。阮仔的祈祷无完全，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咱即摆要来启用文18篇，诗篇90篇，伫圣诗后面27页。启用文18篇，我来启会众来用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地
甲世界，你也未做成。你互人归土，因为在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。伊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，伊亲像草早起时茂盛，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上气，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妖法要到第时呢？求你倒转，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叫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。愿主阮的上帝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阮的手所做的甲愿意听我以上。今嘛，迦南诗班要引出咱来赞美，因为献的诗是用我专心意。
这水的歌声，咱拢归荣耀互咱伫天顶的爸。今摆要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出埃及记16章第1到第5节，第19到20节，第32到33节。第二处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6章30到35节。今仔要为出埃及记16章第1到第5节，伫台语汉语本汉罗版135页。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上帝的话。16章第1节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对以琳出发。伫离开埃及了后，第2个月的15日，来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的神的旷野。因伫遐埋怨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人甲因讲：阮宁可伫埃及地死伫上主的手头。迄时，阮有规鼎的肉，有饼通食到饱。恁甲阮带来到这个旷野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枵死是无？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对天落米粮互恁，因逐个人逐日就出去捡迄日的份。我要安尼试验因，看因有要遵行我的命令也无。到第6日，因就准备2日的食面，捡平时的订杯。第19到20节，摩西甲因讲：毋通将村的留到过早起。毋过有人无听摩西的话，将村的留到过早起，就生虫臭气。摩西就对因发生气。第32到33节，摩西讲：上主安尼吩咐，就缀2公升甜甜的玛纳留互恁的后代，互因看我带恁出埃及的时，伫旷野互恁食的米粮。摩西甲阿伦讲：你摕一瓮仔缀甜甜2公升的玛纳，放伫上主的面前，留互咱的后代。约翰福音第6章第30到30节到35节，因就讲：你要行什么神迹，互阮看来信你？你要做什么？阮的祖先伫旷野食玛纳，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有将天来的饼互因食。耶稣就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毋是摩西将天来的饼互恁，是我的爸将对天来真的饼互恁。因为上帝所赐的饼，就是对天降落来，赐活命互世间的。因就甲耶稣讲：先生，请你不时将这个饼互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。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以上。愿上帝祝听伊话，佮照伊话去行的人。今日四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新的恩典，对玛纳到灵粮，对玛纳到灵粮，请会众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伫过年要休困前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咱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。当咱回顾过去的一年，有平安，也有烦恼；有喜乐，也有流目屎；有丰盛，也有欠缺。总是无论咱经历过啥物，今仔日咱会当自集伫礼拜堂敬拜上帝时，
咱拢爱来祝福咱身躯边的人，甲你身躯边的人讲，上帝恩典拢无离开你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拢无离开阮。阮为着过去的一年献上感恩，也为着新来一年要拜日。主啊，阮即时要将家己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的信心做工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无论讲的、听的，拢会当得到帮助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面对未来的旧历新年，相信大部分的人对新的一年拢抱着侪侪期待，同时也会抱着侪侪不安。因为过去的一年，咱的国际局势的紧张、美国关税的问题，互台湾的经济充满着无确定性。国家上真侪国家的战争、各所在的地动，甲侪侪传染病等等，互人的心不安。伫国内，咱面对中国的威胁、利诱甲渗透，造成台湾社会的分裂、政党的对立，甚至立法院的乱象，也造成咱国家制度运作的停止，互侪侪人感觉野心甲无力。伫个人方面，咱面对未来，也为着工作的无确定、家庭的挑战、健康或者是对未来来烦恼。伫这人生的转折点顶悬，互咱转到出埃及记16章，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，进入旷野的故事来看因，同时咱也来想咱家己。圣经甲咱讲，即群以色列百姓，因则既然过红海的新日，满心欢喜来脱离即个做奴隶的所在。总是一个月过了后，当因的食物渐渐减少无去，因头前的道路也茫茫渺渺，因的喜乐真紧就互惊吓烦恼来取代。出埃及记16章第20到第30记载，因伫旷野伫遐埋怨摩西甲阿伦讲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学习是无？各位，即群以色列人的埋怨，毋是出自背逆，是出自惊吓，因为因惊。惊明仔载就要无米粮、无食物，因也惊上帝供应是毋是会停止啊？兄弟姊妹，无的确你我也当在经历即款的旷野中，无确定是经济压力，还是健康的试炼，搁或者是人际互动的艰难。但是圣经有提醒咱，伫生命的旷野中，上帝无缺失；伫生命的困境中，上帝恩典反转开始来显明。今仔日，咱要对出埃及记16章甲约翰福音第6章做伙来思考。上帝伊伫旷野收束吗哪，食做生活的米粮。到耶稣基督，食做咱生命中属灵的米粮。面对新的一年，上帝爱咱学习，可以做一摆来学习，会晓来信靠伊。也是希望每一天咱来领受伊新的恩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来领受这位疼咱的上帝，安怎伫咱每一日的生命旅程中，无停止伊的供应甲养赐。第一，对天降落的恩典。出埃及记16章第20到第40讲，因伫遐埋怨摩西亚伦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对天落米粮互恁。当百姓的米粮要食了啊，
因心中充满着惊吓的时，上帝却温柔回应因讲：“我要对天落绵牛予恁。”上帝无责备，也无气杀因。上帝是主动供应来回应伊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上帝恩典的起点。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因堪得到，这是因为上帝信实甲怜悯。各位，咱想象一下，伫旷野透早起床，当露水消散，地面就开始出现细细白白的物件。以色列百姓因为头一摆看到这个物件，就感觉真稀奇，问讲：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希伯来文的发音接近慢，所以这个细细物件，后来咱都称作是玛纳。因一边哭，一边讲呀讲，上帝真正听见咱的呼求啊！上帝真正知影咱的需要啊！兄弟姊妹，同款，有时阵上帝也会伫咱的生命中安尼来行。伊的恩典有可能毋是啥物轰轰烈烈、啥物大神迹，也是啥物大改变。上帝的恩典可能是一句对别人的口中所讲的充满鼓励的话，或者是别人一个拄拄啊好的一个帮赞。搁或者是一份你感受到迄个真实的平安等等，才会看做是平凡的经验。其实，这是上帝所授予的玛纳，是上帝温柔的供应。总是上帝心意，毋那只是要饲饱以色列人的腹肚，上帝心意是望照着因。每一日出去求这个行动，来训练以色列百姓学习专人来信靠这位带领因出埃及的上帝。领受玛纳是属灵的功课，提醒咱每一天我靠，每一天去经历上帝新的恩典。这对天顶降落的美牛，其实嘛是一个预表。伫1000多年前，有1000多年了后，耶稣伊对犹太人讲：“恁的祖先伫旷野食玛纳，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有将对天来的饼互恁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毋是摩西将对天来的饼互恁，是我的爸将对天来真的饼互恁。”原来旷野的玛纳只是预表，真正对天来真的饼属灵的美牛，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毋那关心你的生活需要，伊搁较毋望你会当得到伊家己本身。伊要互你的，毋那只是恩典教养你用，伊要互你的是伊的同在、伊的生命，甲伊家己本身。第二，每日信靠的功课。出埃及记26章第19节到20节记载，摩西甲因讲，毋通将村的老狗过早起。毋过有人毋听摩西的话，将村的老狗过早起，就西堂吵去。摩西就对因发生气。上帝吩咐因，每一天只会当去扣迄一天爱用的量，不准老狗过早起。各位，老狗过早起代表啥物？代表我靠家己的把握，
毋是我靠上帝供应。各位，这毋那只是领取食物的规定，搁较是信心的操练。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每一天拢是新的，袂当积住，只会当每一天来辛苦。以色列人因想要为着明仔载备办搁较济，结果却西堂臭气、歹气啊！所以上帝爱伊明白，毋是靠着家己的手，咱会当去保存上帝的恩典，是要我靠上帝的信息，甲上帝及时的供应。今仔日，咱其实也亲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款，咱生活伫充满侪变化的时代，物价不断的上涨，经济也无稳定。健康的风险、退休的烦恼，所以咱就努力为着家己，要备办搁较济的保障，也就是备办搁较济的资财，搁较济家己会当掌握的代志，来增加家己搁较济安全感。总是往往若是想要替家己备办搁较济保障，咱的心内就哪操烦，这就是现代人的玛纳焦虑症。伫圣经中的玛纳提醒咱，上帝的恩典袂通互人积住，只会当互人辛苦。上帝的恩典袂通积住，只会当辛苦。我认捌一位单亲妈妈，伊为着要互家己的囝有一个真稳定的生活，所以伊日时上班，暗时还阁兼差 part time。伊生活非常辛苦，虽然伊非常努力，但是伊的心内总是充满着烦恼，因为伊惊伊的钱无够用，惊伊的囝儿生活有欠缺。直到有一摆，伊因为过头辛苦破病来住院。伫住院的期间，伊看到医工留落的福音单章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6章35节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，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”伊看到这节圣经节，伊的目屎马上连落来，伊就祈祷，甲上帝祈祷讲：“主啊，赦免我的无信心。我想要成做我的囝的保护者、供应者。原来你才是阮真正的保护者甲供应者。”当伊出院了后，伊游完工作，游完非常的拍拼，但是伊的心内加了一份的实在甲平安，因为伊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每一天拢会为因备办教养的恩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真正的安全感，毋是在伫咱会当掠偌济，会当备办偌济。真正的安全感，在伫咱是毋是有甲主结连。通过每一天的祈祷、读圣经、交托主的事，咱就是在捡今仔日的玛纳。每一摆咱选择信靠上帝，毋是在操烦的事，咱就是在食生命的美牛。第三，纪念上帝的信息，互恩典加做生命的记号。出来记16章32节讲，摩西讲，上主安尼吩咐，就带2公斤低低的玛纳，留互恁的后代，互因看我带恁出埃及的时，伫旷野互恁食的美牛。亚伦就将一罐玛纳甲约柜放斗阵，加做后代子孙的纪念。各位，
这个动作毋是上帝爱摩西亚伦去保存食面的一个行为，这是要保存见证上帝恩典的记号。这罐玛纳是要保存见证上帝恩典的记号。圣经中恩典记号，拢是为着提醒、纪念甲传承，亲像彩虹。咱就知这是上帝应允。包括这牛羔的血，也提醒咱上帝救恩甲恩典。约柜中的玛纳提醒咱上帝供应。每一个记号，拢是在表达同一件代志，毋通袂记得上帝恩典，毋通袂记得上帝恩典。十字架甲圣餐也提醒咱，耶稣基督就是咱生命属灵的绵羊。亲像约翰福音第6章30讲，因为上帝所赐的饼，就是对天降落来，赐活命予世间的。上帝知影，咱拢很容易健忘，当咱受无用、受忝、受痛苦，或者是当咱真顺利的事，咱拢真容易袂记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上帝爱咱留落记号，互咱看到，就会当受到上帝的恩典甲同在。今仔日，咱虽然无实体的玛纳罐加做记号，但是咱会当伫生活中有缘留落上帝恩典记号的玛纳罐。所以以下是牧师的建议：第一，咱会当写感恩笔记簿，咱会当准备一个簿仔，迄个簿仔内底要创啥？逐礼拜至少一礼拜，咱记一件，逐工记是上好。若无一礼拜记一件，你伫生活中有体会到上帝的恩典。当你伫生命旷野的时，或者是到当年的年底时，咱拍开来回顾，通过感恩笔记本，看到你家己的玛纳罐，来提醒家己，原来上帝及时供应的恩典，是不断出现伫我的生活中。第二，祈祷记录卡，咱当用一个卡片，也是细细的簿仔，写落你的祈祷，记录你的祈祷事项，甲上帝成就的时间，提醒咱家己，上帝一直伫我的生命中做工。第三，家庭的信仰记号，咱会当伫咱家己的厝的壁顶，或者是家己的书桌头前，咱会当放经文视频啊，还是讲会当放一个十字架，来提醒家己甲全家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来宣告，我甲我的家，拢是属伫耶和华上帝。第四，互家己加做信心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你本身伫生活中所经历的恩典，当你愿意选择饶恕别人，甲你伫困境中，你会当领受迄个真实的平安，才会伫别人的眼中，这就是咱生命的德性甲信心的记号。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20讲，恁本身就是阮的推荐书，写伫阮的心内，要互众人知、众人读。即句话意思是讲，哥林多信徒因生命的改变，就是使徒保罗因传福音上好的证明甲推荐，无需要用嘴大声宣发。人是看到哥林多信徒生命真正的改变，也就是讲，非基督徒毋是先听到你在讲
信仰是安那，或者是讲读到圣经某一句话，伊才来认捌信仰。真侪时阵，非基督徒因是先读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美好见证，因才会对信仰有好感，而且愿意来认捌。伫台美关税甲经贸谈判中，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，杨珍妮姊妹，伊就是真好的例。因为伫规个9个月的谈判过程中，当即个谈判有好的成果的时，伊犹原保持低调，无手公路。即款的做法，互一位非基督徒的人，伊看到杨珍妮姊妹所信仰的上帝，而且伊伫伊家己的这个非基督徒的基督的人的脸书顶悬安尼写，伊讲：无宗教信仰的我，只是满心感恩，虔诚祝祷，感谢上帝，台湾有你真好。伊讲感谢上帝，台湾有杨珍妮真好。各位，杨珍妮姊妹，伊就亲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20节圣经上好的咧。伊伫经历9个月的规个谈判的过程的压力中，伊坚定点点挖靠对上帝来的智慧甲困难，甲因规个团队来完成国家交托的使命。这就是伊的信心的记号，是互人看到、读得出来的，诚做基督信仰美好的一个推荐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爱阿伦保存玛纳，是要互后代子孙看见。同款，咱的生命记号也会当诚做咱的家族后代子孙的见证。当别人问你，当你拄着艰难、无容易的代志的时，为什么你会当遮尔平安、遮尔稳定呢？你就会当回答讲：因为上帝是我的供应者，伊捌伫我的旷野欠亏中降落玛纳，互我教用。兄弟姊妹，互咱保存这个稳定的记号。每一摆当咱的生命来面对高大欠亏时，当拍开咱的属灵玛纳罐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从来毋捌停止过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伫地。上帝，伊过去有降落玛纳，今仔日伊犹原要降玛纳互咱。而且，阁要用家己的性命继续养饲带领咱，互咱带着纪念强新的稳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要进入农历新年，也就是咱华人正港的新年。咱要继续向前来行头前的路。无的确，咱犹原会拄着旷野。会拄着困境，爱记诶，旷野正是上帝降落稳定的所在。上帝伫旷野降落玛纳，提醒咱学习专人来信靠伊。同款，上帝授予耶稣基督，诚做咱生命的美娘。伫新的一年，互咱记牢3件代志：第一，爱记诶。一切稳定的源头，拢是上帝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对咱的生活需要的供应，永远无停止。第二，爱记的，每一天拢爱倚靠上帝，毋通为着明仔载挂虑。相信上帝今仔日的稳定是够赢咱赢。第三，纪念上帝信息。每一摆经历的稳定，拢诚做咱面对未来的信心基础。主耶稣讲：
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。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愿咱伫新的一年，毋那只是祈求每一日得到旷野的美粮，是爱咱每一个人每一日都会当得到生命属灵的美粮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家己本身。最后，今仔日第三场，等下咱礼拜煞了后，咱就要召开教会一年一摆的定期会员好会。伫过去的一年中，教会每一项事工、每一个服侍、每一个小组团契、每一个聚会见证，其实这拢是上帝授予予咱的教会吗哪。咱来回顾事工，就是回顾上帝的恩典；咱回顾服侍，就是咧算效上帝的信息。愿咱伫会员和会中，咱毋那只是咧听报告、看手册，咱是要做伙来看见上帝伫过去的一年中，安怎带领咱的教会，亲像伊伫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同款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互咱带着信心甲感恩，做伙参加会员好会，做伙来纪念上帝伊伫咱的教会已经成就的事工，也将新的一年的计划一切事工，拢来仰望上帝来成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也万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带领阮所行过的一年。无论阮行伫关山，还是山谷，丰富还是欠缺，欢喜还是流目屎，你的恩典拢无离开阮。感谢你伫阮的生命旷野中授予吗哪，当阮伫赶入烦恼、惊吓、软弱，毋知要安怎的时，你犹原用你的慈爱、养赐、供应、保护阮。主啊！当阮行新的一年，祈求你教示阮每一工信靠你，毋是藉助你的恩典，毋是倚靠阮家己，是互阮每一日拢会当仰望你，领受你新的恩典、新的供应甲开展。愿你的信息加做阮的记号，愿阮的生命也加做你恩典的见证。主啊，我嘛祈求你带领阮等的会员好会，互阮用感恩的眼光回顾过去，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未来，看见教会一切事工中拢有你的恩典、你的带领，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。愿你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摆要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甲上帝的听。圣诗第453首，圣诗第453首，特别听咱世间正人，请会友起立来吟全首。
将请坐。咱即马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。咱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2025年保守阮有够用的稳定。阮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，求主赐福阮在座的所有的会友，拢得到你的快乐、智慧、有够业的稳定。阮即马要用阮的生命、阮的时间、阮的才能、阮的金钱献予主。正做圣工的路用，正做正人的帮衬，归荣耀给主。我安尼祈求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今晚要来做简单的报告，请
掀开周报第4页，第1点，本周特别的事工。本主日即马第3场礼拜以后，咱要举行2025年定期的会员好会。为着要互即个会会使顺利的完成吼，人数有够，请会友大家会后以后留落来关心参加。小朋友会使到九楼联谊厅安排专人的照顾。第2点，集体关怀，本会会友李区新姊妹伫1月23日安孝主怀，定伫2月初9。本周一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华爱馆经营楼3楼至美1厅举行纪念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大道参加，愿上帝亲自安慰伊族。第2，本会会友曾思亮兄弟伫2月初1安孝主怀，请兄弟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第3，本会会友女间青年姊妹伫2月初4安孝主怀，请兄弟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第4，本会会友刘正雄兄弟的老爸刘国强先生伫2月初4安孝主怀，伊只定伫2月15日后主日下晡2点30分。伫华海馆的至中3厅要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来关心大道参加，愿上帝亲自安慰伊族。第3大点，农历的春节事工，2月14到22是农历春节的假期，若有啥物代志，请联络值班的杨牧师，祝大家来新春蒙福。第2，2月15的主日，因为拄着农历的春节连假，主日4场礼拜，敢若合伫上午10点半来举行，请兄弟留时间来参加。当日的第3场礼拜无直播嘛，无翻译。主日学嘛拢先暂停一届。过来有一个新春全家的感恩礼拜，时间伫2月17，拜2，大年初1上午10点半，伫10楼礼拜堂，礼拜中间邀请友志参加现场，咱就来吟诗，请伫上午10点伫10楼来参加练唱。欢迎兄弟用小组也是家庭为单位来参加诗歌的分享，请伫2月初8主日中午以前来郭怡勋干事来报名。除夕的围炉家庭礼拜电视单放伫10楼桌仔面顶，欢迎兄弟来摕这个电视单，一个家庭一张。其他会使家己影印。简单先报告到这，接续咱请谢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大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遮要来介绍的是黄雅慧姊妹的家属吼，因为因的家属要感谢大家，昨昏伫教会来举办雅慧姊妹的追思感恩礼拜吼。来，咱雅慧姊妹的遗族吼，家族吼，伫遮吼后壁迄个所在吼，咱会当继续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啦吼，求主亲自继续安慰因的心，且这。毋知还阁有第一届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姊妹无？好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来牧养大道。也愿的主上帝，愿伫要面对新的一年的时，愿为着过去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稳定的带领，无论阮所经历过是欢喜流目屎。愿拢知上帝你的稳定，拢甲阮同在。主啊，阮只是要为着
家庭有死失的家庭交伫你的手，主将这家庭交托仰望你，求你安慰。主啊，虽然亲人的离开，互阮心毋甘，总是阮相信，阮有一个毋望将来，阮要伫天顶甲因各相见面。主，你继续安慰保守家庭死失的兄弟姊妹，鼓励因继续向前，而且会当起调伫信仰。主啊，会当继续伫信仰内面，互主为主做水的见证，求主安慰带领。主，我嘛要为着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交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医治的心，甲因同在，保守看顾因，互因伫病痛中孤单的时，上帝你加做因上好的陪伴，守护因身心，守护因医治。主啊，我嘛要将阮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求你带领阮，保守阮，阮甲阮的家庭拢要属伫你。求你亲自引带带领阮，伫新的一年，互阮每一个家庭充满你的稳定甲看顾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摆要来吟上咏，上咏第510首，学老天顶主宰，请会众起立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恁领受吗哪，转到恁的生命中，食看见上帝恩典；也愿恁领受耶稣基督，食做恁生命的美牛。一世人甲你同在，引带带领你，会当伫生活中为主做水的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疼叹。信心的感动相通，甲恁众人三角伫地，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密道社温，共受切欠。
麦克移动哈，安尼。